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七大工业国周三在一次虚拟会议上讨论了中国在武汉病毒问题上的故意宣传虚假消息，并称全球仍需要来自中国的准确疫情信息。疫情于去年年底在湖北省武汉市爆发。蓬佩奥重申了此前的指控，即中国推迟了信息共享。蓬佩奥在美国国务院的一次发布会上表示，抗击这种病毒需要完全透明。美国参众两院24号引入2项议案，要求调查中共政府对武汉肺炎疫情的错误处理，并追究中共造谣宣称病毒源自美国的行为。东突厥散文化和信息中心主席阿卜杜吉里里卡拉喀什先生表示，中国向来是骗子，但世界尚未意识到这一点。独裁的中国政权多年以来一直掩盖他在东突厥散和西藏的压迫和同化政策，数百万维吾尔人被囚禁在集中营中。他们最初否认这些集中营的存在，但后来被迫承认。但是他们试图将集中营描绘成职业培训中心，以欺骗世界。他还强调，尽管中国在撒谎和进行虚假宣传，但事实真相正在局部透露。他说，几天前，媒体透露库车县第4中学的老师买买蒂托尔勋被判处无期徒刑。昨天，著名的维吾尔歌手热西达被判处15年徒刑的消息得到证实。中国掩盖了武汉病毒真实情况，并导致该病毒成为世界灾难。中国现在仍在继续欺骗世界。我呼吁世界承认并意识到中国的真实面貌。据报道，维吾尔著名歌手热西达达乌提被判处15年徒刑。热西达达乌提是新疆木卡姆乐团成员，自1990年以来，先后发行了许多专辑。据自由亚洲电台从多个消息来源证实，他于2019年年底在乌鲁木齐一家法院被判处15年监禁，罪名是分裂主义。法院没有对此案发表评论，也没有回答任何问题。此前有消息称，热西达曾在集中营中被拘留。近年来，中共当局将包括许多大学教授和艺术人员在内的数百万维吾尔人关押在集中营。根据世界纪网站上信息，全球因武汉肺炎病毒死亡的人数达到20494，病例总数为452156例。该网站汇集并发布有关中国病毒在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最新数据。至今为止，在意大利的伤亡人数最高，有7503人，仅次于意大利的西班牙，死亡人数达3434人。武汉肺炎发源地的中国排名第3，死亡3281人。死亡人数最高的第4个国家是伊朗，有2077人，而第5个国家是法国，有1100人死亡。至今为止，在中国武汉出现的武汉病毒已传播到全球200个国家和地区。欧盟委员会负责扩大与睦邻政策的委员瓦尔赫利24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欧盟成员国已达成共识，同意开启北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加入欧盟的相关谈判。欧盟委员会负责睦邻扩大事务的委员欧沃尔海伊随后在推特上表示，非常高兴欧盟成员国今天初步同意阿尔巴尼亚和北马其顿的入盟谈判，我对此表示衷心祝贺，这也是欧盟向西巴尔干国家发出的明确而又积极的信号。俄罗斯国防部25日发布公告说，俄空天军一架苏27战机当天坠入黑海。公告说，据初步判断，这架苏27战机在进行猎行飞行时坠入黑海。战机在距离克里米亚半岛东南部滨海城市费欧多西亚约50公里的地方曾发出故障信号，之后从雷达上消失。公告说，俄罗斯国防部已经派出飞机和船只对战机和飞行员进行搜救。失事海域复杂的气象条件增加了救援难度。